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 M 新闻，我是嘉豪。美国进前驻联合国大使，捌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海莉来到台湾访问，今日和总统赖清德见面。赖总统感谢海莉甲台湾相挺，也那海莉是希望双方继续强化同伴关系，也呼吁国际社会要爱支持台湾。另外，咱伫个南美洲为了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潘尼亚最近就表示，虽然和台湾有邦交，不过这南美洲国家有组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也要和这中国做生意，巴拉圭也会完全开放。不过，这段话也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我能够在总统府跟海莉大使访问团见面，我内心非常非常高兴。会见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捌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海莉，总统赖清德感谢海莉总是为台湾讲话。海莉是表达希望继续强化台美伙伴关系。This is a time where we need to be vigilant. We can't wait to see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We need to get in front of the situation now. 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alliances. We need to come up with a plan. And we need to know exactly what our message is going to be to the world. 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因为中国一直施加压力。习近平最近伫咧会晤国强甲非洲领导人了的联合声明内面，再一遍讲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对此咱外交部严正的驳斥，批评这个声明是配合中国颠倒是非、合理化中国违反扩张的意图。中国方面也继续滥用联合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限缩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对台湾友好的澳洲参议员也伫咧参议院提出，并且通过挺台动机，强调2500号决议并无涉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If the PRC wins acceptance of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is matter, then Taiwan security and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 at increased risk. 因啊，伫最近南美洲国家所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关系同盟组织，正伫咧甲中国讨论贸易协议。咱国伫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态度也特别受注意。Nuestra posición con China es de total apertura. Es China Popular la que tiene cuestionamientos en el ámbito diplomático sobre nuestro reconocimiento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Así que nosotros valoramos el esfuerzo de Uruguay, acompañamos.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讲，甲台湾的外交关系是中巴之间的障碍，因为包括农业产品出口已经长期受到中国设障碍。但是贝尼亚强调，巴拉圭支持甲中国进行贸易的协议。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退役圣诞的军官涉嫌去收骨路的士官兵发展间谍组织，接受讹洗，泄露这国防秘密，甚至爱军人使这军用直升机走去中国投降，也有2名基层的士兵翕自愿投降解放军的影片。高等法院今日宣判，这退役圣小的军官判刑13年，也那这主嫌圣诞的退役军官也搁伫咧走路。强调按被告伫法庭介护出庭，有现役军人涉嫌翕自愿投降解放军心证影片向中共效忠。高等法院22宣判，其中退役圣小前少校甲圣诞退役军官接触，以支付工作费做对价，介绍退役军人替中国发展组织，判刑13年。肖祥云犯贪污治罪条例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处有期徒刑9年。又犯陆海空军刑法之交付关于中华民国军事上依秘密文书罪，共2罪，各处有期徒刑5年6月，应执行有期徒刑13年。退役圣社前中校，若想要撤换现役圣社军人使 CH-47次鲁克军用直升机返回驶去大陆地区，高指示现役军人翕投降的影片，互人判刑8年。面膜使直升机叛逃圣社的中校，互人判9年。翕投降影片姓廖的军人涉嫌违背职务、受贿赂罪，互人判刑5年6个月。姓康甲姓何的军官收受红包，互人判7年2个月加7年4个月。姓洪的军人判7年，姓刘的军人涉嫌刺探军事机密，判刑1年6个月。被告姓吴的军人是无罪。审判长叫你们好好做人，有没有听进去？
互对方吸收的主嫌性等的体的军官，目前逃亡通缉，一审宣判了后，专案是还会当上诉。这件案件包含陆军、航特部、华防部、也甲金防部等营区真侪个官士兵拢有牵涉到，行动全台北中南东，也有外岛拢有营区卷入强谍疑云，引起社会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民进党立委林义锦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日会去敲立法院办公室，也过伊伫咧台内引控服务处，而且也传15名嫌疑人4名证人来问话，12人请回5人交保。林义锦含这引控服务处姓黄的主任接受应讯，经过检方透明问话到22载起，林义锦是100万交保，也那这姓黄的服务处主任是啥阿金嘅？委员，要不要谈一下案件是不是有委屈？我坦坦荡荡，法律就会还我清白。经历124点钟的侦讯，民进党立委林义锦日透早行出台南地检署，表情看起来淡薄仔忝。面对记者问话，伊是强调家己是清白的，了后就随坐亲友的车离开。委员是有认罪了吗？交保了后，林义锦随一个面册发文章向支持者信心发声，感谢大家关心，嘛呼吁司法爱理清真相，把司法的资源幸福其他更较需要处理的弊端。因为林义锦被看作是总统赖清德的子弟兵，加上最近民进党烧煞发生，前行政院发言人陈中间被起诉，交通部长李明安落台事件，打击民进党的形象。从郑文灿的案子开始。就是一路检调几乎就是开绿灯，犯法官商勾结，不分蓝绿白，有案该办就办。现在的检调所侦办的案件来说好了，其实民进党都是其一的标准，那就是尊重司法，勿枉勿纵。林义锦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南检伊当时去敲立法院的办公室，甲引控服务处，甲15个嫌疑人、甲4个证人，计共19个人带转去问话，落尾是12个人请回，5个人交保。原来林义锦是去互检察官认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等罪，去互下令以100万交保。姓黄的服务处主任姓阿金建。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德堂和婚姻理论拢传出这公电弊案，检方昨去敲这2个乡公所和代表会，其中婚姻理论乡长张东营和这个乡代表会主席杨世斌，也搁个中华德堂乡代表会主席林淑女，甚至搁一个做中人是姓江的查甫人，这5个人互羁押禁见。啊，那中华德堂乡长蔡锡金是120万交保。中华甲婚姻2个碗口的乡镇传出公电弊案，中华检方执行精兵专案，20号对着中华婚姻2个乡的公所以及代表会等所在的收束，带回2座乡长以及代表会主席，拢总45个人。中华检方嘛对着41个人讯问，认定婚姻某乡长以及这个乡的代表会主席等7个人涉嫌重大，向法院来声押。本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的被告7人。其中刘姓、李姓2位经法院裁定交保，其余5人均裁定羁押禁见，串颜面证据逃亡及重罪，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中华第21号裁定，婚姻某中姓乡长以及杨姓乡代会主席，还有疑似担任白手套的江姓男子羁押禁见。中华某蔡姓乡长是以120万的交保。这起案件当中，中华某乡公所为2022年办理的公务，又是园处等的供电系统落实来完工。不过，却被检举疑似弊案。检方追查中华甲婚姻这2个乡长隔了一条漏水溪，而且2个乡镇供电的工程，疑似拢是由同一个厂商来承接。有一些这个工作是这个厂商得标的，所以只要跟他这个厂商有相关的，都要协助调查。一切都照合法的程序来做。因案被羁押，县府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的一个公文哈。那这样说，收到正式公文完了以后，我们会按照地方制度法第78条的规定，由县府先停止，然后再指派人来代理其职务。婚姻官府表示，若是收到正式的公文，
就依法来启动代理机制。李祥英乡长家属是强调伊是清白的，两乡镇公庭弊案到底有啥物关联性？有待检方厘清了后，搁再来对外说明。记者中华婚林综合报道。郭文德的政治现金风波继续伫咧逼，迄当时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和中评会停权，也着爱负责收尾。面对党内接期，党中央也证实讲，未来会找第三方公正会计师来查。不过，即马搁再逼出讲有中国、香港、澳门的捐款，也因为这个捐款人毋是台湾人，就有可能违反着政治现金法。独派团体台湾国透早去郭文德因兜头前喷油彩抗议。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政治现金的争议要持续在拖。民众党中评会顶日大决议，甲迄当阵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停权3年。不过黄珊珊去互停权，还阁继续负责善后小组查销的工作，嘛叫党内质疑是纠权兼裁判。即嘛传出郭文德按上要组第三方公正小组，专门来查销，避免危机扩大。主席现在是不是没有让黄珊珊来查证，要找这个第三方的单位呢？公正第三方的人士红点名的。包括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前民众党立委张基乐、赖香玲、台湾会等人，或者是专业会计师事务所、社会上有公信力的人士等等。台湾民众现在都说是一人政党嘛，哈，那就要看柯文哲怎么说了。我是没有接到柯文哲任何电话，看他到底是想要怎么做啊？总不会只是找我们来背书啊？我们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党职嘛，我没什么身份跟特别的角色可以做这种事啦。因为过去不是也是有这种财务监督什么委员会那种东西啊，等等啊。那我觉得就是循以前的那个模式，看下怎么建立。党中央回应讲，并无听讲要找谢立功、张基乐、甲台湾会来做第三方查证平台人员。不过未来确实会找第三方公正的会计师来查核甲签证。嘛强调讲，这个举动不是要排除黄珊珊。他会领导善后小组，先把现阶段的这个查证的工作先做完之后呢，他同时间呢也会委请第三方来做签证。不过，政治现金的风波咧拖，即马阁有风声讲，有为中国上海、香港、甲澳门等等的所在来捐款，这捐款的人若无中华民国国籍的身份，恐惊涉嫌违反政治现金法的规定。他只要是台湾人，只要是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20岁，他其实就可以捐款。所以不管他人在哪里，我们目前初步看是有身份证的。黄珊珊伫人面册发文表示，查销小组绝对无所谓纠权兼裁判，指出边境的正本拢已经提供互检调。所以嘛无灭证的疑虑，小白比对需要较侪时间，未来嘛会请公正的第三方查核甲签证。也有风声讲，郭文德私底下希望黄珊珊会当家立委辞掉。黄珊珊嘛回应讲，这是有人乌白生话咧起无空。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新港中央工业区，这南亚公司生产东坡仔基板的 CCL 厂，今早起11点外发生火灾，是否导火？不过一直庆烟，消防局来拍火，有一个查甫的抢躯真悬，身体不爽快，意识正清楚，预防性送病院治疗。也那伫咧下晡2点半左右，已经把火拍化了。旁边有一些燃油有受到引燃，就还好，都不是危险的化学物品受到影响。第二个就是它目前应该还没有所谓的污染物外泄的状况。有几多台这消防车、救护车直接冲入去厂房内面，厂区遐也因为这工厂的厝尾顶庆烟，消防人员就随救水线来抢救。消防局表示讲，这南亚 CCL 厂的庆烟是因为一煤油倒起来，总共出动消防车30台，61个人，至少28个人，也佫有请这嘉义市消防局到支援。一开始赶紧甲人疏开，只有一个人无爽快，预防性送病院。也那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讲到咱台湾，同款受到这极端气候影响，雨一声就来甲真大阵。根据着这审计部的资料，讲苗栗有42个饮水监测器，超过8成无检测的这个饮水记录。这财政即时监控影像也拢无画面，要求县政府爱来检讨。苗栗县水利处就表示，最近这几年呢，饮水的情形无济，加上排水设施有改善，因会重新调整监控的所在。这个徛伫苗栗湾里帮你桥头的，都是饮水的监测器，设伫溪仔边的用意，就是要监测高风险河川水位的变化，嘛提供做警戒的参考。但是当地的民众对这支设置伫遮是真无认同。
它不长，因为它比较下游，上游会比较长。雨水是从更上游冲下来的啊，所以在那边已经快分散完了啊。当地民众讲对桥下卡环过的，就是帮你开，但是因为当地已经是水尾啊，坡道含水头比起来是较无法行。溪床嘛起水利工程，要消透水流的冲击。最近几年以来已经无淹水的状况。根据审计部的资料指出，讲苗栗县设立这42个所在的淹水监测器，有超过80%根本都无监测淹水的记录。我们都有跟他解释过了，他们认为说这个设的啦，好像没有淹水。他们认为说这个设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有些部分已经把排水工程都已经完成了哈，那大概也改善了这些地方的积淹水的状况。县府讲，监测器会把水情的资讯回传到水情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会当随掌握而且汇报，提供救灾也是应变的参考。但是，把各种的5个所在扣掉，其他的点位会无淹水的记录，是因为和其他县市比起来，苗栗淹水的情形相对是较少的。嘛，加上水利工程有效果，安尼是不是应该把监测器刷走？民众嘛有无共看法？当然你要有正确的地方才有功效啊。应该是要增设，不是用迁移的方式吧？一直都平安无事，然后就要把消防设施移走嘛。水利处表示讲，点位的设置需要和水利署来讨论，会进行盘点来确认需要调整的部分。另外，包括伫湾里和头份有3条桥迄边的财政监控集生影像，画面定定是调伫遐，甚至无画面，嘛会争取经费来甲汰换。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敢有人是对芳味特别敏感的咧？来看高雄三明区有住透天厝的民众，因为伊的对面呢，这衫拄洗好的衫。披的这个洗衫粉的味伤过重啊！双方就协调讲，这下晡4点进前是袂当洗衫。不过对面的认为讲，我要洗衫也着爱看别人面色，落尾是无要配合。双方是闹到发生气，嫌对方味伤过重的人要共讨赔偿60万。法官是认为讲，这2户尚无有26公尺以上，无到不法侵害程度，所以就判伊败诉。甲洗衫整倒落开始洗衫，不过有民众因为洗衫的气味相当，所去控告。伫高雄三明区这条巷仔底，有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因为厝边咧洗衫内衫的时阵气味相当，感觉真不满，有甲对方约束，下晡4点进前卖洗衫，若有洗嘛爱各项的。2个人约束的时间过了后，厝边免阁遵守4点进前袂当洗衫的约定，所以便若洗衫气味就阁走出来。这个姓黄的查甫人甲伊提告，要求爱赔60万。旁边都空啊，东北季风一吹来，就往这边飘啊。他一洗的话，我这个可能翻那个窗户什么要翻一整天呢。一只洗衫盖底啊，什么关系？阮楼顶洗衫盖也无关系啊。阮用洗衫精，我嘛无用洗衫粉。法官认为讲，这2户是住伫车对角，隔差不多5-6公尺，就算有味，侵害嘛无严重，判这个姓黄的查甫人败诉。不过，伊讲这气味真正是真重，伊会上诉到底。无啊，伊拢提水沟啊流落，有闻啥物味？其他的厝边大部分拢讲无啥物味。有民众是认为气味甲噪音这款问题是真主观。高雄市洗衫工会研判，气味会真芳甲真重，应该是由软精或者是人工的芳精。有当时会因为烘打了后，气味是搁较高。后来我们去给他追踪的话，才发现他们是属于化学香精。化学香精的话，持续性非常强，而且闻久了都好像会有一点头晕晕的感觉。工会讲，有会员因为洗衫精的气味，或者是机器运转的声音，去互厝边隔壁怨叹。不过工会也是徛伫大家和平为贵的观念，请会员尽量协调，配合厝边，减少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站有旅客伫咧车厢内面看到鸟鼠，也派人去通报啊，落尾有来处理，鸟鼠也挡到，无影响到车帮。台北捷运表示讲，因为这捷运是禁止食物件，鸟鼠是真恶生存，应该是对外口走入来的，未来也会加强监控。拜三暗时7点外，台北捷运中山3站长通报，列车到站的时阵，有一只鸟鼠走去哩往新店方向的列车。现场看到的旅客是转达，迄个时阵车厢内的旅客因为看到鸟鼠真惊吓，要真侪人全走出车厢外，引起众人紧张。蛮恶心的。昨天好像有一个客人在提醒另外一个客人说，
那边有个东西这样子，但我没有看是什么。老鼠的东西会钻来钻去嘛，很小的洞都会啊。对，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收到站长的通报，相关的人员随早掠鸟鼠的工具上车处理，顺利伫这班列车的第40车厢掠到鸟鼠，无影响营运。后续安排列车消毒清洁，因为捷运的车厢内禁止饮食，鸟鼠无生存的条件，研判鸟鼠是为站外走入去，会加强监控。嘛呼吁旅客，若是有看到，会当协助通报。我们呼吁旅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形，千万不要惊慌，在列车上透过通话器通知司机员或行控中心，我们会紧速的派人前往处理。台北市中山双连啊，这个地面上有很多商店，有的时候就会走楼梯到了这个捷运的这个范围里面去。随上2018年7月，台北捷运嘛捌发现过车厢出现鸟鼠的事件。迄个时阵，台北捷运调阅监视器发现鸟鼠是为大安松林公园站月台进入车厢，伫大安站停车了后走出车厢，也引起众人的紧张。有2个人因为小可烧杀有受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民主党大会来到第3天，除了前总统克林顿众议院英务议长佩洛西、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来助讲，还佫另外一项重点，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祖接受提名演说。It's the honor of my life to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y it with me. We're not going back. 华祖正式接受民主党的提名，加做副总统候选人。进前的民调显示，有要到3成的美国选民表示，对这位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是真青训。这届华祖的演说等于是头一届向全国来介绍家己。面对共和党的质疑，这华祖唔但有爱稳固民主党基本盘的重担，也希望有中间选民的支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摇摆州北卡国庆日遭到枪击受伤了后，第一场后挂造势活动。伊演讲时阵，大政府加360度风大玻璃，避免有人佫想要开枪暗杀伊。川普除了请警长上台为安全挂保证，也佫批评贺锦丽。She'll destroy our country just like she destroyed San Francisco, just like she destroyed California. With the Trump victory, we will once again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history.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that are going to make us so great so fast. We're going to bring it back.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另外，有媒体报道，当日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甘乃迪可能在第23宣布退选，争取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重回白宫。小罗伯特·甘乃迪的竞选副手夏纳汉进前透露，2人在考虑退出竞选，争取支持川普。川普受访时讲，若小罗伯特·甘乃迪愿意让路，也考虑将对方纳入新政府内底。先进前小罗伯特·甘乃迪捌讲要用选票打败川普。All that's going to do is first of all make President Trump more popular because he becomes an embattled hero. But it also is really bad for the polarization of our country. Listen, I'm not a fan of President Trump's. I'm running against him. I intend to beat him in this election. I want to beat him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I don't want to beat him because of a court case. I want to beat him because more Americans voted for me, and I don't want to deprive Americans of their ability to vote. 根据国会宣布的民意调查，小罗伯特·甘乃迪支持率只有8.7%。不过专家分析，因为川普甲贺锦丽竞争真激烈，小罗伯特·甘乃迪若退选，伊支持者的选票可能会影响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公司新闻新闻报道。已经战马11个月以下战争，除了造成死亡，也有财产的损失。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拢要面对着经济退步。以色列统计局上届新公布的第2季经济数字显示，4月到6月这 GDP 年增率是负1.4%。除了工业生产求水，这商品含劳务出口也减8.3%。以色列重要的海港都市海法，菜市仔内底看到人是吵。不过加入去市区的巷仔底，民俗旅馆甲店头，有的门根本就无开，然后营业的人客嘛无济。There are many tourists in Jerusalem, in Nazareth,
everyone, every well in the country. And since when you don't see many tourists? Now, no tourists. No, no tourists. Not very much. 从去年10月，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全面攻击以来，以色列的经济会当讲是真无稳定。2023年第4季，也就是战争爆发的初期，以色列 GDP 大到20.6%，不过2024年的第1季，阁大成长17.3%。经济学家原底预估，第2季的经济成长会增加2.3%至5%之间，不过结果却是负成长1.4%，是差真多。If you want it in dollar terms, we are going to lose this year in GDP $14 billion. But it's only in GDP we are losing much more. 以色列的经济大起大落，巴勒斯坦这边嘛同款真凄惨。长期去予以色列军方封锁的结果，加沙地区现金是严重欠缺，金融机构国部长都要关起来，各地 ATM 差不多拢领无钱。معاناة شديدة بالنسبة لنا لما ناخذ الراتب بدك تروح على مصرف أو على دكانة أو على سوبر ماركت عشان ياخذ نسبة الفرقية.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地区的失业率是直头增加到79.1%，这个数字还阁无包括因为战争放弃找头路的巴勒斯坦人。劳动市场供需恶化，唔但伤害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经济嘛有真大影响。以色列的建筑业有真侪拢是请巴勒斯坦的劳工，即嘛因为劳动力欠缺，真侪工程唔是动点，就是要延期。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带头的金门访问团，今下晡拜会中国各代办的主任宋图，当面争取开放中国旅客组团去到金门旅游，也希望中华赶紧来恢复观光。那福建省今日宣布恢复受理居民申请去到马祖旅游的通行证，经由首三通入境，上长会当待伫咧马祖15天。呼叫中国海警14608，中国海警14608。中国休渔期结束，真侪渔船拢出来，有中国海警船入侵金门，限制水域。4只中国海警船之一，分别伫早起下晡2摆为金门福兴市、竹山、寮罗甲北定岛南边4个创入，讲是咧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但系海巡出动4只巡防艇经过处理，双方各经2点外钟。政府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两岸条例及相关规定，处理两岸事务的立场，是不会改变。那海巡署也就是主管机关，他们都会监控中共的公务船海上的动态，做到坚定执法、捍卫海洋权益、保障渔民作业安全的职责。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陪金门县议长洪坤典等人来北京访问，日下晡拜会中国各代办主任宋涛，争取开放中国团客去金门旅游，佮表达希望恢复两岸观光的期待。陆委会表达乐观其成。政府欢迎更多的陆客到金门马祖旅游，这个是我们再三表示过的。陈委员这个行程我们也都知道。那如果陈委员此行有任何进展，就是能够让陆客来到金门的话，我们都非常乐见。两岸旅游好亲像有希望，今年10月宣示要开放居民去马祖旅游的福建省，中方直接正式宣布恢复受理申请去马祖个人旅游，或者是团体旅游通行证，经小三通出入境上等延至马祖15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九屏地区连续去港这海空飞弹射击严重战例，也吸引到解放军派电侦舰也个直升机伫附近，正可能是出现要伫遐收集情报。那美军第7舰队证实，美军的飞弹驱着南强星号自治照管的通过着台湾海峡。面对着这中国甲咱的压迫，咱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变6470亿，创下新高。IDF 战机发射飞弹，精准拍到目标。另外一边海面是发射向日反舰飞弹，测试精准打击。不过原地向3超音速反舰飞弹的科目，因为不明原因临时取消2届。屏东九屏基地连续3天海空飞弹射击，严重战力，嘛引起中国军方来探咱的军事机密。那中国军方电子侦察舰出现伫附近，日有一只中国军方的直升机伫离高南偏西南西方差不多73海里。也若伫台东东南东方差不多76海里，我是弹射击禁航区外口，嘛侦查到一只中国军方的直升机。不过，美国海军第7舰队证实，
一只不客级飞弹驱逐舰强盛号日的行程通过台湾海峡，而且强调强盛号通过大海是展现美国依护各国自由航行的承诺。国际社会成员无应该因为受人威胁，就放弃家己的权利甲自由。面对台海局势持续紧张，行政院日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变6470亿，差不多占 GDP 2.45%，创下新高。我们不会去跟其他国家做军备的竞赛。至于说会不会达到 GDP 3%，那我想那是一个期望达成的目标。因为明年度预算比今年度增加464亿，占咱国际预算感受包括在内，嘛引起关注。国防部讲要伫审议当中，会按计划甲编辑去。行政院补充，条件新型舰舰量产舰拢总有7只，计划期限为114年到127年，预算差不多2840亿。现在海鲲号目前正在很初期的，包括像海试等等各种测试的阶段，所以换言之，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它需要修改的或调整的部分，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给一个很粗略的数字。国防部解说，国防预算每年的规模达到新高，因为各项军国每年付款达到高峰，预算是对付款需求甲防卫作战的需要来编的。因若无人机预算的部分，国防部证实，这嘛占预算真大的比例。另外，照行政院公布的总预算规划，明年度收入是3兆1500亿，支出是3兆1300亿，拢创下新高。支出上济是社会福利，有8310亿。行政院嘛证实，预算会拨补互台电1000亿，也会等立法院审议通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巴黎奥运金牌军后林旭廷，即马也是卫生棉新品牌代言人。林旭廷表示，讲这个品牌支持英国的模训队已经有10年遐久啊，伫奥运进前就决定要合作。那讲到这2年后的名古屋亚运，教练詹志强也讲呢，伊会鼓励这林旭廷去挑战较悬的量级。为台湾摕第一面奥运模训队金牌，林旭廷登台湾了后，要求真济。不过第一个正式代言活动予卫生棉，有业者支持英国模训队队有10年。去年世锦赛铜牌做出取消，有缘来帮站。至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孤单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努力，而是我们是有后面有人在支持我们的。这个合作，其实早在我们赛前，我们就已经讨论好。不管有没有得牌，我们这个合作就是势在必行。我毋是查某囡仔，啥物是查某囡仔？查某囡仔无为什么人的想象而生。林旭廷透过形象影片鼓励所有女性，加做家己想要爱的目标，就是对无理性批评上好的反击。2年了后，名古屋亚运教练詹志强透露，会鼓励伊调更较悬的量级去挑战。我希望说。拳击选手在这样追逐的过程，51、54、57、60，他能够继续往上的走上去，然后更厚实世界拳后的他的实力的名称。不过这要跟整个中华代表队的教练们做沟通啊，毕竟量级的改变会影响到所有选手参赛的权益啊。毕竟自己已经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第一个大满贯嘛，那再来就是不是挑战第2个大满贯？对，那就是甚至是用不同的量级、不同的难度，那去来把自己推到一个更高的层级去挑战这样。詹志强讲，原本规划奥运了后，徐旭廷适度休困，不过世界模训队联名承诺将模训队继续留在奥运，而且咱是上新的会员国之一，希望用行动支持参加9月到11月的比赛，已经向体育署口头报备，也希望得到支持，甲国际更较亲密连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4节气内面的处暑，这处暑虽然是秋天的第2个节气，也代表热天已经到尾啊。不过台湾伫咧亚热带有关是真热，亲像今仔日的台北市呢有到37度8。这气象署也表示讲，就要等到9月头东北季风，天气才会变较凉。台北市的街路顶悬，民众手提一杯凉的，甚至有民众手灌7杯凉的。天气实在是有够热，也若拜是22这天，嘛是24节气中的处暑。处暑是秋天的第2个节气，嘛是代表热天一定到尾啊。只是讲台湾伫亚热带，所以依然是真热，无秋天的感觉。俗语讲，处暑怕死鸟处。我觉得最近真的很热，都37、38度，然后。家里冷气都要开到19度之类，然后就一天喝2-3杯饮料，一天大概三杯左右。我都是喝正常冰的饮料，
因为天气太热。气象署表示，处暑季天气豆豆啊袂阁遐热，但是即马气候变迁，全球热翕翕，加上日式节气是对中国中原来的，甲台湾地理环境无共款。气象署指出，台湾若是要甲立秋，爱到9月透东北季风的时，天气才会转凉。中国古代是有24节气哦，但代表它过了之后，这个暑气就逐渐在消散，也就是代表迎接秋天的到来了。那也是以中国那个地区性为主。那像我们台湾这边的话，大致都是9月左右开始会有冷热交替。气象署拜四嘛，针对全台各地发布柑仔色、黄色的高温灯号，尤其是台北地区上悬有到37.8度。气象署提醒民众拜高温度依然是真悬，民众爱预防着雪，避免热伤害。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国高中职心理假对今年8月开始施行。伫咧开学进程呢，高雄中山大学有开工作坊，针对着心理假的议题，甲高中生做伙讨论，包括着清心理假会当着问题，也想要实际来了解少年人心肝头伫咧想啥物。反正请假可能就很麻烦，可能还跟一些证明之类的。我今天没有上课，然后我要怎么办？参与讨论的高中生对心理假，也就是身心调适假有种种的疑问。因认为申请心理假的原因可能有真多，其中对婚龄来的5年期，伊讲考试进前会特别想要请心理假，互家己心肝头会当透一个气。段考前夕，大家可能都在学校念书，那可能对你来说造成的压力就比较大，然后看到其他人都很努力，也会有点焦虑。自己读就是比起跟一群人一起聚在一个地方的压力会小一点。高中职心理假对这个月开始实施，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进前高雄有2间高中试办心理假，学生拢正会当接受，计共44个人提出申请。根据目前高中心理假的规定，一个学生一学期会当请3天，请假进前嘛就要有家长的同意。教育局强调，学校嘛有相关辅导的机制。对于连续2天请假的学生，会加强追踪观察，并适时的转介辅导资源。在就是了解这个高中生就是心理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了解到说，他们会因为请了心理假，然后就是没有全勤奖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高中端的心理假，在我们的认知以来，就是他还是会被扣分。我觉得家长同意这个方面可能比较困难。第一个是家长可能会觉得你只是不想去学校而已。你也不知道要如何证明，就是你在心理上面真的有不舒服的地方。中山大学创意导师甲高雄学生民主联盟伫咧开学进前举办工作坊，互学生囡仔思考甲家己相关的公共事务，嘛期待因甲议题提转去学校，扩大学生参与公共议题，了解家己的权益。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菊花花是国内切花栽种面积上界大的，大概有600公顷遐济。其中这彰化参会永靖这搭就占了9成。不过咱台湾的菊花花大部分拢是秋冬品种，热天时啊花就真歹种。台中农改场用9年的时间研发热天的菊花花新品种，增加农民种花的选择。一蕊一蕊古锥的黄色小菊仔，是台中农改场上新研发出来的热天菊仔花品种。国内菊仔花的栽种面积大约600公顷，其中参买永靖这带产量就占了9成。但过去菊仔花大部分拢是秋冬的品种。台中农改场这阵成功研发出热浪菊仔花的新品种，增加农民种花的选择。今年最新推出的台中13号晨光柠檬呢，这个品种它是早花品种，也就是说，农民他们电造之后洗电可以到花的周数大概只需要7周，所以这对农民来讲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种了就可以比较早采收，比较早上市去销售。菊仔花是国内栽培面积上大的切花，嘛是参买花农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最近极端气候和热天花愈来愈歹种，参买农会嘛望透过新品种提升热浪国产花的市占率。这几年咱的花嘛一直无好种，就是热天花所以咱台中区改良队嘛一直咧甲咱斗3工。找新的品种出来刚开始推广无啥但是即马接受度袂歹啊，介绍咧画嘛对人会对啊。
台中农改场表示，局学会伫国内拍卖市场的交易金额大约8亿元，是台湾重要的测绘品种。尤其黄色的小菊仔相关的介绍落伫当年的7、8月。即种上新的台中13号会堪地气温热到35至40度，甲以前的花比，上无会当提早2礼拜采收，相信对提升农民热人的收益会有不少的帮助。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了要推广在地文化特色，新港文教基金会少年义工用新港乡5项农特产甲工艺品、新港五宝配合着在地妈祖信仰文化，设计互动的学习体验。那加这日本内的高中生做文化交流，也希望增加国际视野。向日本来高中学生紹介新港洪天宮內底新聞甲風俗，新港文教基金會少年志工哪行哪紹介，唔若講信仰文化，嘛紹介宗教藝術。咱會講到離洪天宮內底所有的工業藝術品，親像石雕甲木雕，佮有彩繪、家己燒，佮有展覽。為宗教信仰做起點，新港文教基金會少年志工。佮結合在地農特產品、生活工藝甲食食文化，設計導圖或者是趣味的遊戲，讓日本學生來體驗新港的在地生活。有少年志工講，因為這個活動嘛，讓因對家己的故鄉有新的認識。透過這個活動，我家己咧準備的時陣，愈熟悉咱家己的故鄉新港。我上歡喜的就是咱會當熟悉足濟日本朋友的。我感覺這攏會讓咱的囡仔成長，看到未來。和世界的一種交流的方式，嘛，讓日本囡仔較了解咱家己新港的文化。新港文教基金會表示，這少年志工為着要準備文化交流的內容，開真濟時間來整理資料，佮用因少年人的創意甲方式推廣給國外的朋友，和新港在地人文產業甲風俗文化，會當用新的想法繼續來延續甲保存。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國立台灣博物館內面有真濟記錄台灣自然環境標本，配合着文化部的國家語言推動計劃，最近因着嘉寶基團體合作，頭一擺推出台語夏令營，用台語帶囡仔來認捌台灣的自然生態環境，有200外囡仔來參加。甲報紙展開細字甲已經打掃的葉仔摕出來，放佇白紙頂面，寫好實物的基本資料，準備做標本。而且的葉仔吼嘛，球了較細，有當時佫會有看到漿葉仔吼，因為伊要適應遮的環境，而遮的環境無介好。配合文化部的國家語言推動計劃，國立台灣博物館第一擺舉辦台語夏令營。由民間母語團體執行，讓囡仔用台語熟悉台灣的生態環境，關心永續議題。阮以前攏是比如講吼，出版迄個繪本吼，迄個甲漫畫哦，也是講迄個教材教案。因為阮台灣博物館吼，目前是台灣歷史同悠久的這個自然史的這個博物館吼。因為阮展的攏是標本啊等等吼。所以，阮即屆希望用即個台語吼來做導覽的方式吼，互小朋友引起興趣。母語團體表示，即擺夏令營活動有超過200個囡仔參加。雖然是專台語課程，但是也開放袂曉講台語的囡仔參加，鬥陣來熟悉母語甲生態。不管台語程度安怎，其實攏歡迎大家來參加。因為協會其實嘛希望講遮個袂曉講台語的囡仔有機會接觸台語。所以這對阮來講嘛是一個雖然是挑戰，因為阮離遐講台語，對因來講可能是一個就是較困難的所在。毋過就是阮的講師攏是有經驗的。台博館表示，館方未來也有其他台語相關的活動，要培訓台語教師甲台語導覽人員。母語團體希望文化部會當繼續投入相關的資源，和推廣母語的工作通繼續行落。記者林玉凱台北報道。最近這幾年，台語愈來愈受到重視。不過，這台語發音若準備標準，聽老師安怎講？老師是建議講，這學台語羅馬字是速度上緊，而且是上好的方式。新地母語團體就特別邀請台語老師來教大家台語羅馬字。老師就講，這學這羅馬字一點仔都袂困難。對老師做伙念台語羅馬字發音，每一個人攏真認真學。校園內底大部分的人原底就會曉講台語，
专工来学台语罗马字，主要就是希望看有罗马拼音，咧讲台语的时，发音量法拢会当更较准确。有的时阵有一寡字我袂晓念，我就会去查嘛。毋过查了我听过了后，我记的，可能过2工我阁袂记字。我若是学这台语罗马拼音了后，我呢得当做记录，安尼我用看的就知。学罗马字了，我想讲安尼，才知影讲，可能就是讲一个字，华语甲台语的发音是无共款的，家己会当学着这罗马字。我感觉若是看久啊，其实而且你嘛会晓讲，我是袂感觉伤困难。台语老师讲学罗马字，其实一点仔拢袂困难，只要甲罗马拼音记复条，配合声母参韵母，就当讲出发音标准的台语。即马现主是有伫使用的系统，大约就是有教会白话字，吼，教育部的罗马字甲汉字，佫有一个就是咱讲的在来字，就是以早教育部的迄个书典还袂出来的时阵，民间伫用歌册，也是伫书写的时候一寡在来字安尼。因为咱台语有一寡合顿音，吼，比如讲心情、音乐。遮若无知影吼合顿音，为个台语较无法熟手的人，伊就看罗马字就知影讲哦有 M， 伊就是爱合顿。最近这几年，台语愈来愈受到重视，甚至母语团体就特别邀请台语老师来教台语罗马字。学员嘛表示，学罗马拼音绝对是现代学习台语真重要的工具。就亲像学中文，爱先学波波摸佛，学台语也应该学罗马拼音，也希望让大家知影。台语有理这个观念，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